早晨，今日3月30號啊，啱啱起身啊，煮個早餐食下先。而家呢，香港春天呢，天氣非常之潮濕啊，所以成個人都好攰啊，好似瞓咗成晚，好似嗰啲狀態都係回復唔返咁樣。早餐好簡單啊，煮個紅棗薑茶，12個蛋仔加個牛油果，夠㗎啦，夠晒今朝嘅能量啊！食完個早餐，睇下有啲咩運動可以做下啦。放假嘅日子就係咁啦，食啊，做下運動啊，就係咁啦。薑同紅棗。兩個蛋，水滾之後煮20分鐘。紅棗、薑、煮雞蛋。煮10零20分鐘得㗎啦。會被開展執法巡查。菲律賓漁船，我是中國海警339事件，鑑於漁船無視我方警告，繼續駛向中國。呢個就係我嘅早餐啦。春天呢，就要飲下啲薑茶，配下濕。開餐。
就嚟行到目的地啦！哇，好熱啊！行到山頂，好潮濕，好大霧啊！再行多少少就4公里啦，夠啦！氣喘啊，心跳加速啊！4公里斜路，要保持住咁樣。哦，到啦到啦！唞大氣啊！4公里斜路，高速。哦，好大霧啊！哦，落雨啦，落雨啦！避一避先，避一避雨先走。好大雨，滯留山頂。仲落緊雨啊！落緊雨啊！落山咯，慢慢行落去。啲路好滑啊，小心行啊！落到山腳啦，好好太陽啊！山上面就落雨，山腳就好好太陽，幾好太陽。我對鞋都濕咗啦，頭先濕晒啊，襪都濕㗎。鞋同襪都濕咗啦。